歡迎大家收睇《智創未來》。科技發展日新月異，當然黑客嘅攻擊手法亦都越嚟越複雜啦。今日我哋邀請到生產力局數碼轉型部總經理兼香港電腦保安事故協調中心發言人陳仲文，傾下點樣喺追趕新科技之餘，又可以保障到自己。Hello Alex， 係你好。嗱，我哋咧就退一步講先啦。關於網絡安全風險，咁其實即係講緊咩咧？係咪即係關於呢個黑客攻擊嗰方面？其實都有好多種唔同嘅攻擊嘅，咁就我哋康康 search 處理嘅數字啦。咁其實近呢幾年咧，主流都有幾種。咁第一種一定係釣魚攻擊㗎啦。我相信大家都可能收過啲電郵啊，或者 SMS。咁另外一種咧就係惡意軟件。咁好多時候惡意軟件就會透過啲電郵入邊咧，可能要你下載啦，或者本身有個附件咧，其實你撳咗佢會感染咗你嘅 device 嘅。咁另外一種咧就係勒索啦。咁就好多時候話啊，中咗招之後，成個系統俾人加密晒啲檔案啊，或者直情係癱瘓咗。咁呢都係比較常見喺香港見到嘅，即係主流3種嘅攻擊形式咯。咁而家今時今日啦，又多咗一啲關於譬如 AI 啊、區塊鏈嗰啲新嘅科技啦。咁嗰啲黑客嘅攻擊手法係咪都有啲唔同咁咧？係啊，其實都日新月異嘅，佢都會跟住而家時下最流行嘅一啲科技，令到佢嘅攻擊比較容易啲，因為好多唔同嘅工具幫佢手。咁就住頭先你提到人工智能 AI 啦，咁我哋本中心我哋睇咧有3種嘢，其實佢都會用嚟做攻擊嘅。首先就係最直接，佢將 AI 變成一個攻擊嘅工具。咁例如就係話，我諗相信上一年大家都用過啲叫 ChatGPT 嘅一啲生成式工具啦。其實咧佢都有啲黑客版嘅生成式嘅即係 GPT。嘅咁變咗就係話，而家我哋用嘅正版咧就會有好多道德嘅一啲即係規範啊，唔可以叫佢做一啲咩犯法嘅嘢啊，或者可能有一啲係影響到其他人嘅嘢。但係咧，如果啲黑客版嘅 GPT 咧，其實佢冇晒呢啲規範，咁你可以叫佢生成一個惡意軟件啦、勒索軟件啦，又或者生成一個咧好像真度嘅釣魚電郵。咁呢個我哋睇到就係話，透過啲 AI 咧可以令到個攻擊咧更加多變化。咁另外一個更加複雜咧就係話，其實而家我哋啲防毒軟件咧好多時候都會認得到某啲犯罪嘅軟件去做即係做個偵測嘅，但係因為佢而家咧不停去生成一啲即係編程碼啦，其實令到好難去監測到。個例子就好似我哋啲病毒不停變種，我哋打咗疫苗咧，其實只係可以認到某一種病毒咧，隨住佢不停變化咧，個疫苗嘅功效都會減低。咁所以我睇到 AI 喺呢方面會有一個攻擊會越嚟越多。另外一啲就係話你用嗰陣時，用 AI 嗰陣時唔小心咧，會引成咗啲安全嘅隱患嘅。就好似就話而家 AI 都會幫到人寫程式嘅。咁但係我哋睇過咧，有研究發現，其實 AI 咧生成出嚟嘅嘢咧，都唔係100% 準確嘅。咁所以如果有啲軟件嘅工程師、開發人員用嗰陣時唔小心，亦都冇測試咧，可能你用咗一啲生成式嘅一啲編程碼咧，喺你系統度有啲安全隱患都唔定。咁另外一種咧就比較得意啦，就係隨住 AI 咧越嚟越多人用，我相信大家都有見過啲人臉辨識嘅系統啦。其實亦都有啲研究人員發現咧，其實可以試加啲干擾雜訊落去咧，令到個 AI 咧會發生一啲錯誤嘅。咁個例子就係話譬如我個樣啦，咁戴一個比較特別嘅特定設計嘅眼鏡咧，其實能夠干擾到個 AI 咧，將我認為另外一個人嘅。咁究竟呢一個可以有咩攻擊咧？就係話有啲大廈啦，有啲 office 啦，或者可能有啲電腦嘅系統咧，都係用人臉辨識嘅。咁如果你對住你想模仿嘅對象，戴一個特別嘅設計嘅一個面飾啦，例如係眼鏡咧，其實令到個 AI 咧誤認咗你，你可能入到去嗰個辦公室入邊攞到你想要嘅資料。咁另一個就係話人工智能嘅一啲無人駕駛車，咁其實好多時候都係靠嗰個鏡頭去睇路標。咁亦都有個研究發現咧，喺啲路標上面加啲雜訊咧，可能令到個 AI 咧會睇咗另一樣嘢。例如，本來係一個120時速公里嘅一個路牌，佢可能睇咗為30公里，又或者可能睇到係停車。咁呢個你諗到啦，就會令到成個交通系統會有好多問題出現。就因為有啲不法分子咧，去利用個 AI 嘅漏洞，而加啲雜訊落去，佢要睇到個影像度咧，變成咗另外一種資訊咧，其實就產生好多啲唔同嘅安全隱患啦。啱啱你提到啦，就係關於用一個違法版嘅 ChatGPT 去寫一啲程式啦，咪即係嗰啲黑客可以用嗰個人工智能去更加容易去寫一啲惡意攻擊嘅軟件出嚟咁樣咧？係啊，嗱，譬如如果我哋用一個正版嘅 ChatGPT 啊，你叫佢去生成一個例如勒索軟件，可能會加密咗某啲檔案，或者可能要人哋俾贖金，用一啲加密貨幣俾贖金。其實呢一個咧喺正常用嘅 ChatGPT 咧，佢已經話呢個係違反咗道德咧，佢唔會再做任何生成出嚟嘅，即係唔會生成任何嘢俾你。但係頭先提到嗰啲黑市版，可能喺啲所謂嘅 dark web 啦，或者喺
啲黑客大家一啲圈子入邊咧，其實嗰啲已經掹除晒呢一啲咁樣嘅即係道德嘅一啲規範，咁變咗就可以直情叫佢你唔該幫我生成一個勒索軟件，可能會將一個受害者嘅系統入邊嘅檔案加密，然之後勒索一啲加密貨幣。咁所以其實呢啲工具係令到一個可能對電腦認知度唔係咁高嘅人咧，都可能可以做到一啲即係唔同網絡嘅攻擊咯。咁會唔會嗰啲嘢係會整到一個譬如假嘅加密貨幣出嚟嚟呃人？有冇呢個情況？暫時見到就冇嘅，主要都係咧就係話佢加密啦，因為其實我哋見到勒索軟件嘅進攻途徑都係就係話，可能侵入咗你系統之後，將你系統嘅資料加密，同埋拎一啲資料咧出咗去另外一個地方，然之後話要挾你公開，我哋所謂嘅勒索軟件就係咁。如果你唔俾錢唔俾贖金咧，所謂嘅撕票就係話我將你公司嘅一啲好有用嘅資料，例如客戶嘅資料啦，例如你公司內部嘅機密咧，喺一個可能喺個黑網入邊、德域入邊公開，咁令到所有人都可以睇到咧。咁你為咗自己嘅商譽，有啲公司咧，可能係會走去俾贖金，但係呢個絕對我哋係唔會即係支持，因為其實我哋睇到過往嘅歷史就係話咧，你俾完一次之後咧，可能亦都有第2、3次唔同嘅黑客嚟勒索你。咁所以呢個真係點樣去提高公司嘅保安咧，反而係最緊要咯。我哋啱啱你都提過係講一個關於容貌識別啦。咁近期新聞比較多，又講一個關於deepfake 即係呢個中文就係深偽技術咁嘅嘢。最近新聞又有關於冒充特首啊之類咁嘅嘢。咁其實家庭觀眾都未必知啦。咁其實deepfake 究竟係咩嚟嘅？嗱，其實 deepfake 呢個字咧係一個混合字嚟嘅。咁 deepfake 就係 deep learning 同埋 fake，即係我哋叫深度偽造嘅一個即係融合詞。咁其實佢本身簡單嚟講咧，就話用一啲人工智能去合成一啲假嘅影像，可能係聲音啦，可能係容貌啦等等，或者影片等等。咁其實呢一個咧已經坊間流傳咗好耐嘅，即係呢個技術其實亦都唔係話近1、2年發生，只不過可能隨住 AI 呢樣嘢而家更加容易大家接觸到，可能亦都要生成一個影片或者影像係可能大眾都能夠可以接觸到的話咧，變咗呢樣嘢攻擊我哋都見到。正如你頭先提到，即係可能1、2個禮拜前已經有一單政府嘅高級官員俾人去模擬咗，咁其實呢一個都已經係我哋喺今年我哋 Hong Kong Search 預計嘅一個其中一個主流嘅攻擊為其中之一。咁其實佢用嘅方法就係好簡單，攞到嗰個想你模仿嘅人嘅一啲容貌資訊啦、聲音啦，或者過往喺公開場合講過嘅嘢嘅片段，去編造一篇類似好像真嘅影片去呃人，呃個受害者相信呢個係真實嘅事物咁樣啦。咁我哋普通人又驚唔驚會俾人冒充一個 deepfake 嘅影像出嚟咁咧？其實絕對係要留意嘅，因為其實我哋 Hong Kong Search 咧都做過啲簡單嘅測試。咁其實要做一段像真度高嘅 deepfake 影片咧，其實唔難嘅，只要係一個正面嘅好清晰嘅相片咧，其實已經可以將佢 key 落去另外一個引導。咁同埋中間嗰個感覺都幾流暢，咁所以其實我哋之前做過就係話上網 download 一啲相，當然我哋用一啲合法嘅合成照啦，即係嗰個唔係真人嚟嘅，係一個合成照。其實 key 落去我自己本人度咧，都能夠做到一個好像真嘅一個樣。我試過扮一個小朋友啦、年青人啦同埋老人家，亦都可以做埋一個面部嘅表情，譬如話口嘅開合啊、眨眼啊、個頭嘅轉動啊，其實佢都可以做到好自然，即係唔似以往嗰啲咧，就可能就咁將塊面就咁 key 落去，咁你見到佢一喐就已經好似走咗位。咁其實呢啲而家喺 AI 嘅技術之下咧，已經做到好自然。咁反而就話聲音咧有一啲難度嘅，我哋睇過普通市民唔會咁易，因為要揾到普通市民講咗一段好長嘅錄音，其實唔多嘅，因為其實呢啲所謂嘅 deepfake或者人工智能係需要好多數據去培訓，我哋叫 train 一個 model。咁所以其實普通市民可能聲音上唔係咁多咧，要做一段聲音嘅深偽咧係唔係咁易。咁所以我哋其實都Hong Kong Search都叫大家啦，就係盡量減少將自己一啲我哋叫做數碼嘅足跡放喺一啲公眾嘅地方，例如社交媒體，譬如話唔好 share 啦，打少啲卡啦，即係邊啲一個正面嘅相其實已經足夠可以做到一個片段。咁一個唔好彩，人哋你係一個攻擊目標，佢可能喺你身邊朋友度將呢一個深偽嘅片咧，去話我可能需要你緊急存一啲錢啊，或者將你個人戶口密碼或者個人密碼嘅資料要俾咗我咧，咁你就可能會信以為真。咁所以就係話大家要減少將呢啲數碼足跡放上喺公眾平台咯。你啱啱提到聲音方面咧，咁係咪即係之後如果要防止被騙，即係要認住親友嗰把聲，
聽清楚嗰把聲係咪真係嗰個人？嗱，我覺得個科技咧都可能不停會進步嘅，咁佢嘅象徵度只會越嚟越高。咁所以其實我哋康康 Sir 都有幾種提議，可能就要試下佢問一啲真係你同埋佢中間先知嘅嘢，暗號啦，或者可能大家先知嘅某一啲嘢啦。咁另外就係話，其實而家個科技下面都睇到少少穿崩位嘅，例如個光暗啦，又或者你喐動嗰陣時嘗試，如果可以的話，就叫佢喺隻手喺個鏡頭前面咁樣個劃過。咁其實呢啲都會干擾到個 AI 嘅。咁譬如話你去到一半咧，其實你見到原本嗰塊面會出翻嚟。咁因為 AI 係會認一個五官。咁如果你揞咗一半，咁佢覺得呢個唔係個完整嘅容貌，其實佢就唔會換。咁所以就係話如果可以的話，就叫你可疑嗰個人喺個鏡頭前面做一個即係揮手嘅動作啦，又或者將個鏡頭 pan 一 pan 身邊附近環境。一來你可以睇到個環境係咪應該會發生喺你同嗰個人嘅對話當中咧，亦都有陣時如果有多過一個人嘅存在咧，其實個鏡頭有可能個深偽會跳咗落去另外一個人度，咁原本模仿緊你嗰個人咧就會變翻佢原本嘅容貌咯。咁所以就話都有好多唔同嘅 tips 可以嘗試去拆解一啲所謂嘅 deepfake 嘅一啲影片。好，我哋今集時間都差唔多，多謝 Alex。好，我哋今集訪問到呢度。